武汉肺炎境外细路来个案再个增加100人。指挥中心宣布，162岁男性，今年25月去到孟加拉做事，6月12对孟加拉坐专机去到马来西亚转到台湾。同前2年确诊的两公婆係坐強台專機，不過夾到先前並唔措施。也下指揮中心等講，一個個案喺孟加拉感染嘅可能性較高。教育部籌備宣布，香港同澳門112個國家同地區2238個應屆畢業嘅境外學生嘅，喺調整轉來台灣嘅名單，但係睇好建備基金開始聯絡嘅。現正政府規定夾到外線去核防疫地管，睇好鴉片基金開始聯絡卡片嘅地管，可減輕境外學生嘅負擔。喺孟加拉確診武漢肺炎嘅兩公婆轉來台灣嘅時節冇做豐富山，本單台從事必勝 Q 17嘅英里走法冇辦法來發，不過建備必勝 Q 態度改變嘅。強調雖然佢兩者喺入境嘅時節冇同親戚朋友接觸，不過現正喺疫情調查時節冇多時講，附屬家庭為走法罰金要到30萬元。那在民族疫情變嚴重，台灣嘅友邦芬杜拉斯總統也難得知兩公婆未確定測別到武漢肺炎。環教部除了表示慰問，亦宣布會提供2萬份台灣作為檢測試劑，給中南民族嘅友邦。對亞禮拜起時，德國對澳門承認開放邊境，不過17個月沙傳出一件藥品加工廠員工群起感染武漢肺炎，目前接觸期間嘅員工當中，就有657人係陽性嘅。